为受到屯一个中南大埔拆迁户提能支持，也因多日来许多民众提过多个场合，屯蛮有5吨2公益化，特别刘政府来抗议。其中正太高速骑士用从本年本警方以公共危险吹闹起来，也个法律后闸路批评政府安尼系滥用司法侵害人权。今年也有政府去苗栗县政府提立法院判嘅高级离线传发通，想要当面屯刘政府抗议，不过刘政府冇出现。叶皮山区苏杭姐姐吴正太提振的高速骑士用23个月为了支持太埔拆迁户，本国安人员同路虎的有来有拖，开其促伤。警方行用公共危险罪牢记做起来，结合法律学者出面谴责政府滥善用司法来侵害人民的言论自由。尊重警察的执法权利，你们不要用国安单位。用国安局的一个力量来强迫警察应该如何来执法，这是一种全面性的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而且已经到达一个司法恐怖主义，所以它其实背后要达成的是什么效果呢？就是一个寒蝉效应。官逼民反，官逼民反。今天拆大埔，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明天拆政府。为了爱抗议，苗栗县长刘政府让老人家务拆铁支持民众同住去苗栗县政府立法院判的高级离线传发通抗议。不过冇看到刘政府出席，常看到抗议民众同县政府的人送来送去，冲突当中，立委林淑芬还跌倒人唔痛快送去医院，发通未免的结束的，也条连农鬼都市的懊恼。拿出去的卖某一半啊，因为后背变成讲场面就淫乱了，所以讲所有的就冇法度销出去啊。我们也在其实并冇办法来嘅完成，也是所有嘅利农呢感觉非常的失望。苗栗县政府表示，希望民众冷静表达诉求，唔好影响农民的生活。农民团体同学者还强调要继续发通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要求政府加价恢复太埔拆迁户的建物，还各位拆贷来查清楚太埔农政案的证书弊端。下个新闻综合报。